安聯貿易指，美國對等關稅於4月9日實施後，進口加權關稅稅率將由9%升至20.6%，為1890年以來最高。對等關稅引發全球貿易出現衰退，預期全球經濟增長會降至1.9%，為2008年以來最低。當中美國會於第三季步入衰退，主要受累於消費及投資支出下降，全年經濟增長0.8%。安聯貿易稱，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自關稅公布以來，累跌逾15基點，預期債息會進一步下滑。基於各國或推出大量對策及貿易協議，市場或忙於對新情況進行定價，故市場波動性會維持高企。安聯貿易預期美國會步入衰退，估計美股料有進一步下行空間，而標普500指數於經濟衰退期平均下跌25%，故此標指仍會繼續下瀉至接近5000點水平。